佢係一種輔助剎車系統，利用控制廢氣嘅流量，以減低引擎轉數，從而達到減慢車速嘅效果。落斜坡前應先減速，再使用廢氣剎車系統入低坡以策安全。應盡快停喺安全嘅地方，檢查剎車系統，直至有關問題得以矯正為止，否則唔能夠繼續開動車輛。除非持有適當嘅許可證，否則載貨車輛嘅總闊度上限係2.5米，而總高度上限係4.6米。司機喺每日例行檢查嘅時候，必須確保其駕駛車輛嘅離檔能夠有效阻擋因為車轆轉動而濺起嘅泥同水。車輛載貨時，貨物重量分佈要平均，以免影響行車時候嘅控制能力。貨物嘅體積同重量唔能夠超出車輛嘅最高上限。貨物必須係穩，以免轉彎同停車時跌出車外，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